屯門神真係咪就之前俾人係咪俾咩叫小肥絕殺3分㗎？小肥咩有個報紙有報過？使唔使轉戰隊啊 ？Cody 轉咗戰隊。個分啱啊嘛，6對8。你個8秒啱唔啱？冇啦。我唔記得咗唔算。佢咪輸咗，但係嗰陣時正常都輸啦。唔係啊，但係對鬼華山嗰啲點打？唔係我話打利鳥，利鳥其實喎應該佢華山我驚，佢華山真係超勁。白色14號2發。睇住啊！呢波做咗先，中線嚟㗎。食咗落去咧就瀨嘢。我知係咁。因為呢個黐咗落去啊，啲全部係啊，但係如果你撳得太大，你係瀨嘢。我有技巧咁撳。白色天花2次，11號1發。有時。黑色門人。8秒進攻。換人入埋啊！一陣。
8秒進攻。5、4、3。推隻，推隻，由邊個打喺度，其他走。好波嚟啊！邊個？好波啊！邊個？白色天包3次。換人27號。換人。時間2分半。8秒進攻。白色天包4次，14用3發。第2節完，第3節開始。邊個打我點知邊個打？8秒進攻。